南投县牛年呢，总有1300人公顷案发，总疗乡路径系第6省。牛年呢嘅三规个集中，小嘅驾驶模临时砸下来，品质填土路会受到影响。故所个农委屯牛年呢行走来，使得长期保存，没使得调节市场上起果嘅量。总疗牛年干系用牛年树来训呢，代替爱5、6年能行嘅好喎，好事好工。下摆半夜没有空起来种论呢，还有元素为救人嘅人真蛮辛苦。不过农民讲，按尼用老法来做出来嘅牛羊干，能系台湾嘅老市面。很多嘅出皮都烧炒嘅香味，皮豆因九番鱼，韩式世界嘅传统美水。它是用遵循古法烘焙的，所以特别香。而且是用龙眼树下去烘焙，也比较有香气，这样子。我觉得特别 Q 弹那种感觉哈，因为可能看到他们那个这边的阿伯，他们很用心在烘焙，而且哈是一关一关这样子叫薄来。做红豆的盘牛眼，南挑战牛眼足足1300人公顷案发，总疗乡就徛喺6省，见到牛眼提出嘅时期，农民总系无限凄惨。当初的时阵，咱这农园农吼，因为无人买，啊嘛无人咧交易，啊所以讲农园农就当然伊就行起来家己用，啊甲朋友搬烧送俩。所以讲迄阵咧买吼，一斤大概拢差不多台币吼，才35块到38块左右俩。上周无论系牛眼也系牛眼干，价是都当代。不过廖俊珍认为，牛眼干当作开发老推广嘅价值。哦，较早人讲古早人吼，好嘅人是。鸡肉炒鸡酒炒姜吼，啊炒麻油鸡，啊就煲产后吼，新妇吼产后的迄位，啊咱遮人就用零斤肉炒姜母炒迄个麻油，啊就食饱。牛眼那福利协会长期路线做沙器官嘅工作，廖俊志讲做公职成业，为想办法自家去种千元来路，了解牛眼做就系9年一个后生结界。一方面解决牛眼提出嘅问题，一方面也增加农民老协会嘅收入。哇，即摆农园农吼，就变咧初期的时阵，我就甲伊讲啊，拜托咧，你甲烘，啊我甲伊签约，啊我甲伊摕定金甲伊买，伊才甲烘起来。哦啊，直直做到即摆宣传到即摆时阵，农园农烘出来零件直直卖出去啊，啊所以我都。到尾再变即摆变社会拢爱先跟他们定说啊，你今年予我1000斤，你今年予我2000斤，安尼爱甲伊先预定。牛眼干对一斤30-40个月，到斤一斤200人月，还得卖到5难卖。中秋节快到，我想要送礼哈，所以今天特别想来这边说看看龙眼干好了没有，还要准备一些中秋节的伴手礼寄给我，就是外县市的朋友。农民啊，将一寡零件甲来行零件关了后，变做剩下的清贫的农园吼，到市场的清贫农园就会减少啊。啊，所以讲摊贩自然都会提升价位吼。所以讲，不管是清贫啊，甲农园干，其实增加农民很多收入啊。啊，你啊，这咱啊去吼，安尼足学的。就较早较唔甘讲安尼正生活安尼累啦。对哦，迄唔甘啊咯。对哦，这卖起这5-6层两冬年就为天气上游，牛眼产量减少当道，台中市中轮摆嘅3-4上天天，还个种下啲下单单春到落雨假，强冇故意掠到问题，陆续知道牛眼嘅价是越来越贵。做这个龙眼要爬树，也要技术，而且又很辛苦。所以说年轻人大部分都不做了。像这个上面这个就是防废掉了，太陡了啦，因为没有那么多工人可以做啊。而且你假如说龙眼盛产的时候，你根本请工人也划不来。中寮其实有3宝，就龙眼、香蕉跟柳丁。那其实对老一辈来讲，这3宝培育了很多的下一代，但是因为慢慢的人口老化外移，所以变成说有很多的一些产业变成没有办法继续延续下去。牛眼要學出嘅時期當接種，短短1場年內就造成好壓力，唔出嘅就全口是自己跌下來，冇做定記起。你如果沒有去照顧，也荒廢了很多。只要藤蔓一上樹，其實大概這棵龍眼樹也都沒有用了。對。
迄叶甲伊摘掉吼，啊，就爱甲伊装起来啦吼，爱装哦一浪一浪啦吼。啊，另外的一些部分都是爱烘焙安尼啦。颜色比较好看的就是做那个市场的，啊，那个如果说那个比较低海拔的那个颜色比较不光鲜的哈，伊就去做烘焙。啊，你俩种规拍落嘛会用哩啦，无叶啦，啊加粒落，较点在较有叶啦，啊你规拍落，咱这杯啊呐，用行400斤，你从规拍行也无200斤啦。鲜果的部分，当然市场上的需求量初期比较多，但慢慢的话，我们会变成是加工，然后做成烘焙的时候，让它的保存期拉长，而且它可以做的附加的产品也比较多，那可以增加农民的另外额外的收入这样子。下餐嘅温度下高，培解下自己體稍會變兩白，用牛眼就會回到寒熱，火會燒幾猛，也會控制烘焙，冷凍出爐。6至70度左右啦。那假如说你温度不够的话，你可能还要增加1-2天的时间了。如果你温度太高，它会烧焦；温度太低的话，你可能都烘不熟啊。台中562就培也好，3件牛眼就培也到1件牛眼乾。刚开始的时候，第一天你的果肉跟那个壳会稍微有点分开，但是它的果肉一样还是会像我们生果一样剥起来就有点白白的。那慢慢烘焙过程当中呢，它会慢慢的颜色变深。傳統嘅做法好是好過運動辛苦，冇乜嘅3公半日也會烘起來酸。像我們自產自銷的話，我們本來是不太喜歡烘焙這個龍眼乾的，因為要到山上採，回來還要剪，還要在這邊晚上都不用睡覺，都在那邊弄這個火啊。因為這個火大概就是2個3小時，你就要巡視一次啊。不能讓它熄滅啊！也因為咁樣，從兩種爐師方式來培解牛眼乾，更來更少。大批發那一種的，大部分都是用那個熱氣，熱氣在烘焙這個龍眼。我們到市場，他們都知道說啊，這個真的是用龍眼木材烘焙的。那它在烘焙過程中會讓龍眼殼稍微碳化，就會產生那個粉末出來。那其實一般你用電火下去那個烘焙的過程中，其實它不會產生那個狀況。那其實可以比較容易，像我們剛才摸過的話，就比較會有那些粉末粘着在上面的，那個就可以比較辨別說，比較傳統的烘焙方式這樣子。牛眼會切到天空眼高，眼高會食個頭，培牛眼乾接上每半山橋度，仲有3期，頭上一錢一錢，超少培出來嘅牛眼乾，係農民嘅辛苦堅持，也係推翻嘅老師妹。